Let's look at this way. So many people are waiting for lines just for buying the official lines products of the Chengdu World Universiade. So I think this thing you have to keep in mind. 在成都市各处大运会特许商品店里，形态各异的特许商品纪念品琳琅满目，让人挑花了眼。这个区域啊，推荐指数起码有5颗星。这里就是成都大运会主媒体中心的特许商品店，这里有很多的限量版和最紧俏的特许商品。那可以说呢，媒体记者啊，在他们工作之余啊，就喜欢到这儿来掏钱，买上几个吉祥物或者是呢特许的商品啊，为自己的家人朋友和给自己留念。这些商品里，可爱的吉祥物荣宝熊猫图案都是最主要的设计元素。还有成都大运会的火炬造型纪念品也格外抢眼，这些充满时尚中国风的纪念品，深深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学生运动员。